好，观众朋友，咱即马真接伫咧网络买物件，毋过就要注意，因为这有可能就是中国资讯作战的一部分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中国即马有网络买物件的平台传出讲，去互骇客入侵，大约有10外1条个人的资料，封藏伫咧暗网来卖钱。专家就讲话啊，讲这资料会当了解一个人介意啥物，就针对伊的兴趣去设计认知作战，也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监控的一部分。 芒果食品爸爸种伫厝手指头当一个就会当买，也毋过中国有网络购物平台最近传出，互骇客组织入侵，初步估计大约有10万笔资料防入侵，放伫暗网来恐吓讨钱，也是等咧卖。中国的东西就是还是会防范一点，就是个资外流已经到处对啊，就不敢绑卡，可能会，不然就是会转成用去超商付款。 民众表示，确实会烦恼购资外流，尽量减少使用频率。也有人表示，会选择台湾的购物平台，感觉较有保障。会尽量倾向不会使用，对，因为也怕自己的个资会被外泄，所以就会倾向用台湾的网购。 专家分析，即卖 AI 发展真好，资料收集本来就是资讯战的一环。为着特别定做扭曲认知作战来收集行为模式，拢无排除是中国资讯作战、中国所谓监控的一部分。 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你的个资而已，还包括你的使用的行为。它摸准了你消费行为、你的消费嗜好，然后来跟你量身定造，慢慢引诱你上钩。我们并不排除会有特定国家或者是情报机构，他会去做这个有意的有目的的去做收集。 提醒大家，在这个网络时代，我们应该请民众加强个资的保护，然后建议设定一些高强度的密码，然后并且要警惕钓鱼网站与诈骗讯息，也要养成查证的习惯，并且定期检查账户与装置安全。 刑事局也提醒民众，若发现可疑网站，假用官方的信息，也是购资外泄的情形，爱随通报相关单位，也是警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